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0月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49节到56节，申命记第5章第1节到21节，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到第1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基石。我们的教会预备要建堂，在筹备计划的过程当中，有非常多的从政府而来的规范。我们知道，从土地的探勘、容积率、建蔽率、承载力、水电、消防、排水，还有弱电等等，它都有一定的规范。而且都有基本的要求，就一个新的建筑而言，这样的一些规范就是一个基础，或者说是基石。当然，每个时代的要求都不相同，在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地区，也有其不同的建筑要求的标准，这都是建筑的基础跟基石。建筑计划的建筑设计图合乎这一切基础要求之后呢，它才能够通过政府的审核，并且领取建筑执照。过去没有什么高楼，甚至我们说超大型的这个大楼或是新式的建筑开始之前，建筑的法规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严格的。通常都是由师傅画个草图，领导建筑的工程。即便是用最简单的房屋建筑，都还是需要来奠定基础，让这个房子能够有稳固的基础地基。建筑法规就如同早期的建筑是房屋的一个基础。这个稳固的基础是为了帮助房子的建筑能够更稳固。实践呢，其实它就是信仰的建筑法规，就是信仰的基石。有这样的稳固基础之后，才能够建设一个稳固的信仰建筑。十诫的诫命不是用来钳制人的自由，而是要帮助以色列人能够更活出美好的信仰生命。建筑能够合乎上帝的信仰来建设一个高塔。申命记第5章是摩西第2次宣告上帝的诫命。圣经这样说，摩西召集所有的以色列人，对他们说：以色列人啊，要留心听我今天要向你们颁布的法律和规例，你们要学习并且切实遵守。上主我们的上帝不但是在何烈山与我们的祖先立约，也与我们今天还活着的人立约。上主在那山上从火焰中面对面和你们说话，那个时候我站在你们和上主之间，向你们传达他的话，因为你们怕那火焰，不敢上山。上主说，我是上主你的上帝，我曾经领你们从被奴隶之地埃及出来。我以外不可敬拜别的神明，不可为自己来造任何的偶像，也不可仿造天上、地上或者地底下水里的任何形象，不可跪拜或是侍奉任何的偶像，因为我是上主你的上帝，我绝不容忍跟我对立的神明。恨恶我的人，我要惩罚他，甚至到3、4代的子孙。但是我谨守
我命令的人，我要以慈爱来待他们，甚至到千代子孙。圣经又说到，不可滥用我的名，凡滥用我的名，我上主你的上帝一定惩罚。要遵照我上主你上帝的命令，谨守安息日为圣日。你有6天可以工作，第7天是分别为圣的日子。这一天，无论是你或是你的儿女、奴仆、女婢、牛驴、牲畜，还有侨居的这个外族人，都不可工作。你们的奴仆、妇女就必须跟你们一样。要记住，你曾经在埃及做过奴隶，我上主你的上帝以大能力把你来抢救出来。所以我命令你们必须遵守安息日，要遵照我的命令孝敬父母，好使你顺利。要在我赐给你们的土地上来享长寿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窃，不可作假见人杀害。10条诫命从上帝的关系谈到人的关系。上帝透过10诫的规范，要来帮助以色列人成为修习公义的生命，合乎上帝的旨意的生活。就如同10诫一样，那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准绳，是我们信仰建筑的活石，是我们的教导者，这也是我们永生生命的来源。彼得这样劝勉以色列人，他说要靠近主，他是死的活石，虽然被人厌弃，但上帝来拣选他，珍惜他。你们也要像活的石头，用来建造属灵的圣殿，在那里做圣洁的祭司。接着耶稣基督献上为上帝所喜悦的属灵祭物。因为经上说，我选了一块贵重的石头作为基石，以防脚，凡信靠他的都不至于失望。对你们信的人来说，这石头是很宝贵的。可是对于那一些不信的人，耶稣基督所丢弃的这块石头，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基石。那彼得前书所说的泥水匠，指的就是以色列人选民，是不是知道却不去行真理，这样的人就得不到。这意表了犹太人，因此我们要知道，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，就是那个彼得所写的书信，要把它丢弃掉了。耶稣基督是活石，是建筑最重要的基础，却被上帝的选民，我们说那些师傅来给丢掉。彼得又说，在圣经的另外一处说，有一块绊脚石是要使人绊脚石块，使他们绊倒，因为他们不信真理，这也是出于上帝的信息。但是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群，是王家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上帝的子民。上帝自己选召这些同工。诗篇119篇第49节到56节，
经文说：“求你会记得你仆人的应许诺言，因为你的话使我有了盼望，甚至在患难的当中，我也受了安慰。因为你的应许赐给我新生命。骄傲的人不断地侮辱我，我却不曾违背你的法律。我记得你以往给我的教导，上主啊，你的教导是我们的安慰。我看见作恶的人背弃你的法律，心里的怒火难以抑制。我在世上来寄居，我对诗歌颂赞你的命令。上主啊，我在夜间也想起你，我谨守你的法律，遵守你的命令，这就是我们的产业。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诫命的原则，让我们有个清楚的规范，让我们能够在正道上的行走，在稳固的活石为基石，来建造我们信仰的大楼。感谢上帝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